各位聽眾大家好，我係主播林思齊，歡迎大家翻到嚟世界時事粵語解讀。喺早幾日之前，巴士強制佩戴安全帶嘅新法例就已經喺1月25號生效咗啦。呢個政策表面係為咗我哋安全，但係背後卻引發咗全城嘅憤怒。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扣條安全帶都會搞到滿城風雨呢？事實係呢件事已經唔係戴唔戴安全帶嘅技術問題，而係牽涉到政策嘅合理性、執行嘅公平性。我哋唔係唔重視安全，但我哋要問呢個政策真係經過深思熟慮咩？定係有一個離地嘅行政命令要我哋市民硬食呢？其實普通市民每日逼巴士返工返學已經夠辛苦，而家仲要多一重束縛，仲要擔心俾人罰錢，呢種感受真係好難受。更重要嘅係政府推行政策嘅方式，去返以前我話事你服從嘅模式，完全冇諮詢、冇解釋、冇緩衝期。當安全帶變成枷鎖，當政策變成負擔，我哋應該沉默接受，定係要企出嚟問清楚、講明白呢？呢個就係今日我哋要討論嘅核心。政府話要強制戴安全帶，理由係為咗乘客安全。但係我哋首先要問，究竟有幾多宗巴士意外係因為乘客冇戴安全帶而導致嚴重傷亡嘅呢？根據運輸署過去5年嘅數據，涉及巴士嘅致命意外中，大部分原因係司機問題、車輛故障或路面狀況，而唔係乘客冇佩戴安全帶。反而有研究指出，喺市區低速行駛、頻繁停站上落嘅巴士環境，強制戴安全帶可能帶來其他風險，例如遇到緊急情況嘅時候，妨礙快速疏散。政府喺公布去到執行嘅過程中，有冇公布過完整嘅風險評估報告呢？有冇比較過戴安全帶可能減少嘅傷亡數字同可能增加嘅其他風險呢？呢啲問題政府從來冇俾過清晰答案。政策制定應該基於證據、數據同科學分析，而唔係我覺得咁樣安全嘅主觀判斷。仲有，大家諗下，香港嘅巴士路線多數都係喺市區行駛，時速通常唔超過50公里，同高速公路行駛嘅旅遊巴好唔同。咁國際上又點睇呢？的確咧，歐美部分國家咧對長途巴士或者高速公路行駛嘅巴士咧有安全帶規定，但人哋配套做得足。安全帶設計咧就符合人體工學，定期強制檢查，公眾教育全面，而且執法會考慮實際情況，例如市區低速行駛可能豁免，唔係一成不變，鐵板一塊。反觀香港，政府就將所有上述提及嘅配套考慮全部忽略，似乎只係照抄咗人哋法律條文裏邊最嚴厲嗰部分，即係必須佩戴嗰部分。政府根本冇消化過本地實情。香港巴士路線網絡極度密集，市區頻繁停站，乘客上落頻繁，強制每個乘客每程車都不斷扣上，解開安全帶，唔單止造成不便，實際上可能阻礙車廂內人流，甚至喺緊急疏散時增加混亂風險。再者，外國政策多數經過長期諮詢同試行，香港由公佈到正式執法，時間相當倉促，好似趕住要交功課一樣，完全冇俾巴士公司足夠時間去全面更換老化設備，亦冇俾市民足夠嘅心理同習慣適應期。呢種為做而做嘅政策思維，正係香港社會嘅深層問題，重視表象合規，忽略實際成效。盲目照抄國際經驗而唔消化本地實情，最終只會製造更多問題。一講曹操，曹操就到，就係呢2日內，係1月29號，係城巴上一名40歲男乘客乖乖跟從規定戴安全帶，落車時竟然發現安全帶扣鎖死，搞足45分鐘都解唔開，最後要勞動消防員拯救，期間佢更頭暈不適要送院。呢單事件簡直係政策荒謬嘅最佳寫照。大家想象下，如果當時係緊急情況，例如火警或者有意外，呢條原本用嚟救命嘅安全帶，隨時變成死亡枷鎖。就算我哋退一步接受安全帶，理論上可能有用，但執行上又點呢？香港人多地少，大家都知，繁忙時間嘅過海巴士企都冇位企，點樣戴安全帶？好多時咧，我哋逼上巴士，連坐都冇得坐，要企足全程。咁安全帶對企位乘客又有咩意義呢？
仲有對於長者、孕婦佢哋嚟講，佢哋本身已經行動不便，你仲要佢又扣又解，完全冇考慮過實際操作情況係點。如果係長者或者殘疾人士遇到頭先嗰種鎖扣情況，佢哋有冇能力自救呢？另一方面，巴士公司要加裝維護安全帶，成本最終轉嫁俾邊個？當然又係大眾市民啦。更重要嘅係，如果冇帶安全帶要罰款，執法點樣進行呢？係咪要警員上巴士逐個檢查，定係靠閉路電視影相檢控呢？咁樣係咪變相製造更多警民衝突同社會矛盾呢？好多市民已經反映，而家搭巴士試過因為安全帶卡住污糟或者損壞，搞到更唔安全。一條撞滿污垢、機件失靈嘅安全帶，強制乘客每日使用，咁到底係保障安全，定係增加衛生風險同埋設備故障所引致嘅危險呢？一份冇考慮現實執行嘅政策，只會係一份文件上好美好，現實中好糟糕嘅空談。講真，市民嘅生活已經夠艱難，樓價高、租金貴、工時長，依家連搭個巴士都要變到咁複雜。政策制定者究竟有冇落區了解過市民嘅真實生活呢？有冇試過喺繁忙時間逼一次巴士，親身感受下市民嘅難處呢？定係只係坐喺辦公室度諗啲理論上好完美，但實際上不可行嘅措施？1月27號，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有個記者直接問行政長官李家超：你自己搭巴士有冇帶安全帶呢？佢竟然迴避問題，冇正面回應。呢個情景呢，正正係成個爭議嘅縮影。高官制定政策，要求市民嚴格遵守，但當被問到佢哋自己係咪身體力行，佢哋卻選擇沉默，轉移話題。呢種態度點可能唔令人憤怒呢？市民嘅不滿同無奈，正正源於呢種高高在上、離地萬丈嘅管治心態。你要求我哋做，你自己做咗未？如果你自己都未必做得到，或者你根本唔需要搭巴士，咁你憑乜嘢指點我哋點樣生活呢？呢件事已經唔係停留喺安全帶上，而係關乎管治威信同社會公平。我哋唔係要求高官同我哋一樣逼巴士，但至少，當你推行一項影響700萬人日常生活嘅政策時，你係咪應該表現出最基本嘅誠意同問責呢？迴避問題、答非所問，只會進一步削弱政府嘅公信力。呢件事更加暴露咗政策制定者同普羅大眾之間嘅生活脫節。制定政策嘅官員有幾多個真係日常會搭巴士？有幾多個真係會親身經歷巴士乘客面對嘅困難？如果政策制定者自己都唔理解實際操作嘅內容，又點能夠設計出貼地可行嘅政策呢？呢種管治精英同市民日常生活嘅斷層，正正係香港社會矛盾嘅深層根源之一。當市民每日喺生活中掙扎，而官員卻活喺另一個世界，咁樣制定出嚟嘅政策，好難唔引起反彈同抗拒。你係都要推行啦，我哋做小市民嘅無奈地，最終都只能夠接受。但最諷刺嘅係，就喺政策實施幾日之後，大家仲未消化晒強制戴安全帶呢單嘢嘅時候，係1月30號，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竟然宣布暫緩推行政策。試問呢個係咩操作呢？一條喺1月25號生效嘅法例，只係過咗幾日，到1月30號就突然話要踩剎車，暫緩執行。政府出公告要市民守法，轉頭自己就話要停一停，再諗諗。呢個咁兒戲嘅管理，真係睇到人 O 晒嘴啊！制定法例唔係小朋友玩泥沙，唔係諗到一半覺得唔啱用就改改先。你影響嘅係全港幾百萬乘客同巴士業界嘅運作。更加離譜嘅係，陳美寶每個月係拎緊30幾萬人工㗎，但出嚟嘅政策卻成為全城笑話。浪費人力物力公帑去搞一套未諗清楚就強行推行嘅制度，最後又要停又要改，佢點對得住自己份人工㗎？點對得住日日交稅嘅市民㗎？如果政府飲用水出問題都要問責，咁一條攸關民生幾日就出錯嘅法例，係咪更加要問責呢？政策要嚴謹有根有據，而唔係唔對路就彈出彈入。
今日可以暫緩安全帶政策，聽日會唔會又有邊條法例要試一試水溫先呢？咁樣嘅決策方式，點令人放心香港未來政策嘅穩定同專業呢？講句老實，呢個狀況唔單止係冇能，仲係對香港制度形象嘅羞辱。一份好嘅政策應該經過充分諮詢、科學論證同公眾參與，但巴士強制戴安全帶政策似乎又係忽然推出，幾時有過大型公眾討論呢？幾時有邀請巴士乘客、前線員工、學者、專家進行深入辯論呢？運輸署嘅諮詢文件，市民有幾多個真正見過？政策制定過程黑箱作業，市民只能被動接受，仲要被標籤為唔合作、唔重視安全。呢種單向由上而下嘅管治模式，好難想象會發生喺依家嘅香港度。香港社會越嚟越多元，市民越嚟越有意識。點可以再用家長式命令要大家服從呢？其實如果政府真係認為安全帶咁重要，點解唔做多啲公眾教育，等市民明白安全帶嘅重要性，等佢哋自願佩戴呢？反而一嚟咧就用強制、用罰款呢一種手法咧，只會引起反感嘅。我哋見到其他成功嘅公共政策，例如垃圾分類啊、節約用水啊，都係透過長期教育、宣傳同鼓勵，慢慢改變市民習慣。點解今次要用強硬手段呢？係咪反映政府對自己嘅說服能力冇信心，定係根本唔願意花時間同市民溝通？政策制定嘅透明度唔只係程序問題，更係尊重市民權利嘅體現。一個健康嘅社會，政策制定應該係雙向互動過程。政府提出建議，市民提供意見，雙方喺理性討論中尋求共識。但係睇返今次安全帶政策呢，我哋見到嘅又係舊式嘅命令控制模式。呢種模式咧喺今日嘅香港已經越嚟越行唔通。講咁多咧，其實去到最尾，我哋必須重新反思一個根本問題。究竟乜嘢先係真正嘅交通安全文化呢？真正嘅安全唔應該亦不能夠簡化成有冇扣安全帶呢一個單一動作。我哋望近少少，好似日本、新加坡呢啲同樣以公共交通發達聞名嘅城市，佢哋嘅市區巴士並冇實施全面強制佩戴安全帶，但係涉及巴士嘅嚴重傷亡意外率卻相對偏低。點解呢？因為人哋追求嘅係一個系統性安全。呢個系統咧包括幾個關鍵層面，第一係車輛本身嘅安全設計，包括巴士嘅車身結構防撞能力、座椅設計能否減低撞擊傷害，有冇安裝先進嘅主動防護系統，例如車道偏離警示、自動緊急剎車系統。第二係人嘅因素，即係巴士司機嘅專業培訓同駕駛態度，係咪有嚴格監管同持續考核。第三係道路環境嘅安全，包括道路設計、交通標誌、燈號系統係咪合理。第四先至係乘客自身嘅安全意識同行為。香港而家嘅政策似乎將所有責任同焦點都壓喺最後一點，乘客行為變相係將巴士公司同政府監管嘅責任輕輕卸走。如果一架巴士司機駕駛態度魯莽，經常超速或者急剎，架車本身殘舊，保養不善，行駛嘅道路又彎多路窄，危機四伏，咁就算全車乘客都好乖咁扣實安全帶，又係咪真係能夠確保安全呢？安全帶只係最後一道被動防線，我哋點可以將所有希望寄託喺一條安全帶上面，而忽略咗前面更多可以主動預防事故發生嘅環節呢？另一方面，如果將同樣嘅資金同關注度放喺改善巴士班次、維修舊巴士、提升司機待遇上，咁係咪對整體安全更有幫助呢？香港有唔少巴士車齡偏高，部分安全設施不足，與其強制戴安全帶，不如先確保巴士本身嘅安全性能。係咪應該有一個統一嘅公共交通安全標準，而唔係零散隨意嘅規定？再者就係社會成本計算，強制政策嘅執行成本、監管成本、爭議成本同可能帶嚟嘅安全效益，政府有冇做過全面評估呢？政策制定唔係簡單嘅，有好處就做，而係需要全面考量各種因素，包括自由價值、社會成本、執行可行性等等。可惜嘅係，今次安全帶政策似乎缺乏呢種全面思考，只係聚焦喺單一維度嘅安全，忽略咗其他同等重要嘅價值同考慮。
我哋需要推動嘅係一個全面立體嘅安全改革，而唔係呢一種偷懶嘅形式主義嘅檢查表式管理。只要見到你扣咗安全帶，就當完成任務，背後嘅系統性風險就眼不見為乾淨㗎嘛。強制巴士戴安全帶出發點係好，但如果配套做得咁差，高官態度又咁傲慢，市民又點會唔憤怒呢？由行政長官李家超迴避問題呢件事，再到今次陳美寶局長推出3日就暫緩嘅操作，根本就揭開咗整個政府嘅軟弱、無能同荒誕。政策未諮詢，執行冇方向，問責零制度，最終只係白白浪費市民嘅信任與金錢。我哋唔係反對安全，我哋係反對懶政，反對離地。試問，如果連一個安全帶政策都可以搞到咁樣，香港未來嘅交通、房屋、醫療政策又點令市民有信心呢？呢個政府唔係唔知問題出喺邊，而係唔敢承認，唔想面對。官員唔應該高高在上，而應該接地氣。官員高薪厚祿，卻交出兒戲政績。問心一句，佢哋對得住香港人交嘅每一分稅咩？各位，呢場安全帶鬧劇唔止係交通政策嘅失敗，更係管治能力崩潰嘅一面鏡。希望政府下次制定政策之前，唔好再當全港市民係實驗品啦。喺度多謝大家嘅收睇，我係主播林思琪，我哋下期再見。